台中捷运边仔建案工程造成事故，生出的工头顶人是依照过失伤害定罪上班，地检署嘛传因出庭要厘清责任，问讯了后是50万交保。涉案的工地人员案发了后，带到警察局做笔录，因为台中捷运边的幸福化建案切实发生吊轨落来意外，地输列车顶悬乘客140伤，警方定性了，将生出的工头顶人以过失伤害共向危险罪定罪嫌纠办。台中地检署10日传唤伊出庭，针对是毋是有认为操作不当或者是吊轨，更是牢固这疑点来调查清楚。共12人到案处理，工地负责人蔡姓被告，以及吊车业者负责人以及指挥吊车人员许姓被告等4人，分别预支50万元、30万元、20万元及20万元交保候传。提醒交通部对地方在轨道周边的工程，它的建造由地方来审的时候，不是只有建管单位，是捷运局、地方捷运局也都会审，在审查过程如何落实相关规范，要有所要求。对这重大事项以外，行政议会10日进行检讨，会中除了指示交通部协助地方政府检查捷运轨道周边工程，共同检视各项产生出来的问题，各由运安会进行调查。另外，对这案件当中承担建案的制度营造，最近5年发生7件重大工安事故，这期工安管理不当，为什么劳动部进行无全面检查，引起外界质疑。这5年对局域营造的工程，我们有局部停工56次，那总共财罚也超过1400万，还没有包括下包商的厂商。后续针对局域营造这个公司的所有工程，会在积极的进行检查。劳动部澄清，最近5年对这间公司的工程路检有局部停工56摆，总共才花1700万，后续依然会继续监督。记者综合报道。